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互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，实在讲，用过台湾俗语内底嘛真济，甲医药、甲健康拢有牵连。国情大声要来甲你做伙互相探讨一句话，这是民间人常常伫咧讲，因为过去咱也有辛苦病痛，有迄款的经验，未来咱就晓讲找什么款药。未来咱就会晓讲安怎样来烦恼，安怎样来料理，啊，千万都唔通安怎样呢？唔通讲粒仔健脾就袂记咧疼。用过台湾，就歹认为 SARS 有一寡经验，咱现主时拄着新的条件，咱就晓应用哦。唔通讲吼过然后就唔知烧，经过过去的创伤了后，煞袂记得经验，袂记得伤痕。即句俗语话讲起真好，粒仔健脾就袂记得疼。安尼是真不当，总是辛苦病痛，这解唔好啦。人嘛拢无爱去当着啦，上解好是会当自由自在。尤其咱这老大人，你若身体顾好，比较万贯的家财有影加真好呢。千金的厝摕咱嘛困一顶眠床，万贯的家财咱嘛食三顿饭，你讲看有影无？毋则另外台湾一句俗语，原来伫咧讲哦，无咧生疼，较好捌药，这都有影哩。有足侪人吼，头壳疼就抹目白，巴肚疼就抹肚财，若喙齿疼，伊嘛会晓抹下害。啥物款药伊都捌透透。你甲学落伊教，伊会甲你应讲无咧生疼，较好捌药啦。人健康上解要紧啦。有真侪人趁甲万贯的家财，较输讲健康的身体。毋则人俗语嘛一句话咧讲有趁无趁，无论男男女女，身体拢着爱顾好汉。你看有影无？国情甲你开讲来到遮，嘛真正诚意要来期待，讲所有咱遮的观众朋友，尤其咱遮的老辈，拢总会当骹行手行，用性命。因为骹行手行，咱就毋免互时势操烦。我相信讲，所有做人时势，拢甲国情的共款。你讲望要得白光闪的，迄有限啦。真少讲吼，会去笑讲老爸老母要放偌济互咱啦。咱拢会靠家己出来争，靠家己出来拼。真仰望就是咱这老辈，咱这时代，你身体顾养，顾骹行手行，养性命，安尼就是做人时势上界大的满足。台湾嘛同款，台湾规个国家都爱骹行手行，台湾人规个国家都爱愈来愈好。你讲看有影无？